山區偏遠而貧困嘅學童，學習環境惡劣，極需要人伸出援手改善。但係施予幫助嘅同時，我哋有冇諗過香港較為物質豐富嘅下一代，生活喺鋼筋森林嘅每一顆弱小心靈，同時為佢哋作出適當嘅啟發呢？為咗尋找我哋下一代遺失咗嘅心靈體驗，我哋何妨跨出第一步，離開物質豐盛嘅城市，遠走到遙遙萬里之外嘅偏遠山區，令兩地青少年人可以透過交流探訪，彼此學習認識。UHAS 咧，佢哋有啲家長義工啊，帶住我哋一齊出去考察同埋參觀下人哋嘅生活啊咁樣咯。佢哋冇咁好嘅環境設施學習咯，同埋佢哋住嗰啲屋都好殘舊，冇冷氣呢啲嘢咯。咁我覺得佢好真咯，唔似得我哋好似香港人朋友與朋友之間咁樣，硬係有啲嘢收收埋埋啊，乜嘢都好似唔講得咁樣咯。好細個2、3年班已經識煮飯啦，去幫手拎嘢啊，同埋我覺得喺我哋香港，如果要我哋做呢樣嘢係好難咯。譬如我送粒糖佢哋啦，佢哋覺得，因為佢哋從來都未食過糖㗎。咁佢哋譬如送幾粒俾佢哋，佢哋會慢慢食啦，同埋譬如送啲嘢俾佢哋，佢哋會好珍惜咯，唔會亂咁嘥啊。真係好樂天咯，因為佢哋俾我嘅感覺就係佢哋就算窮，但係佢哋都覺得好開心咯。呢個拉大繩啦，扯大纜啦，哇！原來佢哋咁細粒又瘦，又好似睇落去唔係食好多嘢，竟然香港啲細路仔肥黐大隻，竟然輸俾佢哋喎。發現咧，其實係內地嘅小朋友嗰種堅持啊，嗰種毅力咧，最終贏咗。而香港細蚊仔咧，一去到自己差唔多，即係兩邊其實未決定勝負嘅，就係嗰一剎那咧，就好多都放棄咗啦。自律性啦、自發性啦，因為我覺得太過呵護啦，啲家長咧太過保護佢哋，好多嘢同佢哋預備晒，佢哋唔識得自己去主動去做一啲嘢咯。缺兒我們很辛苦才來到這裡，但是我見到你們，我也不知怎麼說了。大家好，我叫李燕妹。慢慢來說。UHAS 兩地一心係由一班充滿理想同熱誠嘅義工所組成嘅非牟利慈善團體，成員嚟自本港不同界別嘅專業人士，以致力改善山區學童學習環境，籌辦山區生活體驗交流嘅活動為己任。喺活動中，給予機會香港同內地嘅青少年彼此學習，認識兩地文化同生活，以互動交流方式擴闊視野，從而培育對國家同社會嘅承擔同貢獻。透過 UHAS 投放資源，資助中港青少年，不但改善內地教學環境嘅同時，更令本地青少年學習到書本上認識唔到嘅人生課題，以付出、分享同體驗，創造青少年更遼闊嘅思維空間。參與咧，我係進步咗啲咁多啫，未做到最好。如果我再參加呢咁嘅活動，我一定會繼續去進步，進步到冇得進步為止。行咁耐都要為咗翻嚟，就係為咗讀書。但係我哋即係有書讀又唔好好咁去讀。UHAS 嗰度參加啲嘢係真係可以親身體驗到人哋嗰啲情況啦。但係如果喺學校嘅話，未必會去到咁遠，同埋會去到啲咁偏僻嘅地方。睇翻內地嘅生活，啲人嘅生活情況，我仲可以識到好多朋友，學到好多嘢。又或者類似呢一種嘅體驗嘅課程咧，真正喺體驗當中，俾佢哋係學習咩叫即係同大自然之間嘅嗰種嘅或者未必係叫做爭取啊，或者係體驗咩叫自己點樣去無論如何係由零開始去創造。然後
校都重要嘅，因為佢哋嘅學校好殘舊咯。即係我哋係有入過去參觀嘅，都驚咯，好似好驚摸到啲牆就會冧下，即係有啲咁嘅感覺咯。商量去傾下，睇下幫助邊一間學校去重建，呢個經驗係好特別。咁佢哋資源上就比較少啲，哋會朝頭早好早起身啦，又要行路行好耐先翻到學。我覺得佢哋係唔同，佢哋嘅就係讀唔到書就一定做唔到嘢㗎啦，所以佢哋會好俾心機讀書咯，俾我哋。有好多係佢哋好想要，譬如真嘅就係譬如我哋都會去過其中一間一個小朋友啦，佢好想讀書，佢真係想讀書到想喊。即係個背後嘅原因咧，我就想同佢有一個兩母子較為即係可以再年紀大啲，再日後咧可以回味翻嘅一個片段咯。見到好多咧開始好珍惜佢哋嘅學習嘅機會啊，咁而都多咗好多回應係關於佢哋點樣去同父母嘅溝通相處。透過以上活動範疇，我哋同時亦有一個重要嘅啟示，就係快樂並非單單源自豐富嘅物質，而係純美而真摯嘅人情味中可以得到嘅。係會喺佢個腦入邊，即係我唔識點形容，即係喺個心入邊，我係擺咗啲嘢喺度，即係種咗一個果，即係果實喺度嘅。幾時再開花或者再用翻出嚟係未知嘅，我相信係會係咁。聯繫中港兩地熾熱嘅心，為我哋下一代燃點愛心力量。而家就俾青少年踏出第一步，兩地一心，愛心傳送。